醫療費用係咪可以作扣稅用呢？假如你報稅嘅時候係用逐項扣稅 （itemized deduction），超過收入 7.5% 嘅醫療費用就可以幫助你減低要俾稅嘅收入。但係呢一啲醫療費用一定係要屬於報稅人同埋佢嘅 dependent 受撫養人嘅。醫療費用嘅範圍相當廣泛，除咗所有醫生、醫院、醫藥嘅費用之外，仲包括一啲比較特別嘅項目，例如墮胎、針灸、戒煙、戒酒，甚至減肥、裝假牙、激光矯正近視眼手術、驗眼同埋配眼鏡、脊椎神經治療、配隱形眼鏡、購買拐杖、人工受孕、絕育、助聽器、清除有緣分嘅油漆費用、健康保險嘅保費、長期護理保險嘅保費、養老院嘅費用、心理治療、物理治療等等。此外，同醫療有關嘅交通費用都可以扣稅嘅。假如報稅人已經離世，喺去世之後嘅1年，為死者支付嘅醫療費用都可以扣稅。為家中嘅寵物花嘅醫療費用，由於小動物唔屬於你嘅受撫養人，所以呢一啲嘅費用係唔能夠包括喺醫療嘅費用裏邊嘅。我係林修榮，下次再喺理財分半鐘見面啦。